无主人的狗啊，或者是饲伫室外无白锁啊，伫路里乱踅，拢会造成真侪问题。来看台南金德的成功里，要去市内头一间流浪狗的收容所，按算7月底进前就会启用。它就有树林哦，今日去这片要到1公顷大藤公司的造林地，也就是未来头一座流浪犬占地所的预定地。未来会用低度开发的模式兼顾收容功能，休闲公园的概念设计来打造，按算7月底进前启用。地方上总共找寻了6个地方6个地点，那最后选择在这里。当初在寻找的过程中，我们已经有跟我们在地的里民在群组当中。表示我们目前的做法，后来住民大家也都一致同意，我们把暂置所放置在这个地方。在一般动物收容所空间无够情形之下，为着要解决游动犬扰乱民众，甚至人和狗冲突之间的问题，台南市政府四界找土地。不过，一般流浪动物的收容所常常被当作是讨厌的设施，甚至在咧筹备期间就防抗议。这搭是在咧成功里2人段游动犬优先专区会当顺利推动，更较难得，且一正式动土，开工仪式也受到众人关注。目前规划收容量能是200到300头，目前已经在2月1日动土开工，那预计在7月之后就可以完工启用。目前这个丢蟹上济会当收300只，主要以林德管区内面未当坑断去的游动犬为主，而且也会开放认养。未来营运了后，若准会当合法管理，成功推动模式甲经验，也会当有示范的作用。到时阵会当帮助各地头解决游动犬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